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高早。今仔是阮天母台北区的青少年来带敬拜。今仔带敬拜进行，我想要带有一个要带讲道的，要准备祈祷，我们准备祈祷进行，先安静我的心，来服侍我的主。第一，为家己今仔日的礼拜准备心来祈祷，求主阮，互阮遮济快乐，会当稳定来充满阮的心。第二个，阮今仔日为今仔日的礼拜，会遵守甲有一只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主阮同工会有快乐，会当带今仔日的礼拜会当顺利。第三，请大家为夏博士今仔日讲道来祈祷，求主互夏博士有快乐，有遮济的稳定，充满伊的心，开伊的嘴，互人讲今仔日讲的讲道，互人每一个人有感动的心，会当领受。第四，请大家为大家今天为今天的长职改选的流程能够顺利，兴起教会同工的服事来祷告。第五，请大家为江中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身体有需要被医治的，属灵需要被充满的，或者是有些急需要祷告的事情，求主能够安排，能够医治他们，为他们祷告。最后一个，请大家为我们国家的社会、国家的情势来代祷。好，那我来做一个聚会前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教会来服侍你，来认识你是多么美荣好、多么恩典的事情。求主保守我们每个会友能够得到属灵的健康、属灵的喜乐在我们心中，也保守今天不管是在敬拜，或者是今天牧师的讲道，还有今天最重要的日子是讲职改选的日子，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很顺利的把这些事情能够完成。主啊，求你也保守每个会友能够得到属灵的平安。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这时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从座上站立起来。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有缘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们一起来拍手敬拜我们的神。心盼望，就是一过，不再彷徨，愿你荣光照亮，除去一切我在脑后，你为我主，你呼召我，渴望更接近你，求主生命。降下你的能力 ，Destiny 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 ，Destiny 永恒中天地，万王之王。是我所需，
过，不再彷徨，愿你荣光照亮。过去一切放在脑后，你为我主，你引导我，我的紧紧你。求主圣灵降下你的灵，在生命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在生命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全能真神，全力歌颂你，荣耀救主耶稣，你掌权。圣洁，圣洁，全能真神，全力歌颂你，荣耀救主耶稣，你掌权。圣洁，圣洁，圣洁，全能真神，全力歌颂你，荣耀救主耶稣，你掌权。圣洁，全能真神，全力歌颂你，荣耀救主耶稣，你掌权。在生命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在生命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在生命就在基督里，一生跟随你，在生命永恒中坚定，万王之王，你是我所需。咱继续用欢喜的心来敬拜我们上帝，好不好？天被稳定真正大，你力量抓，无论风景也明前，你
拢无煞，归咱的星光，平安福气咱才会大。新的现诗121首，上帝听过一切。上帝听人听过一切，天天欢喜甲乐意的，求你甘愿追你心内。创造宇宙万物，全能阮的主上帝，你是信实公义，你的疼永远伫你所创造一切的中间。特别，
你将独生圣囝赏赐予阮，来表明你疼世间人。阮而乐感谢，因为通过主耶稣的救赎，天父上帝你的恩典竞选，阮会通真做你的囝儿，阁会通伫一早起，主你所设立的安息主日，阮同心合意来到伫主你面前，阮献上而乐，阮献上感恩。阮也要伫这个所在，同心合意来敬拜服侍你。阮会早起所有的流程，伫这个敬拜中间，伫这个中级解散，也是伫任何的细节，拢有主上帝你特别的恩的带领。阮献上而乐甲感恩。阮相信圣神伫会早起要亲自引带。来感动激励阮大家，阮也相信圣神伫这个时阵，要来引带阮众兄弟姊妹的心，搁较热切、较无亲近你。阮搁较相信圣神的快乐伫这个所在，要赏赐予你所疼的百姓，你所属的囝儿。阮而乐感谢，阮一切荣光拢归你。愿天父上帝，你的信息应允，也赏赐予阮大家。阮恭敬将会早起的敬拜，阮所有的行程拢交伫主你的手。主啊，甲阮指点。阮这个时阵要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心来祈祷。阮天父，我们的是你个领导，你家你家，你这边你居体里。我的日子让阮下辈阮的保护，亲像阮下辈保护阮的人。我的早晚的支持，因为我很感恩，因为我因功拢是你所有，代代保证。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用。罗马书第8章，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呢？啥人会当甲伊定罪？伊已经死，佮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佮活。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在也是将来的，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咱三角。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一礼拜来的保守，阮有份伫这组织来敬拜，
面临着感恩、圣诞、年底，将要搁更加咱伫即个氛围中，搁较应该爱诉说上帝赐福安的恩典。主求你还伫谦卑的审视中来领受祝福以后，自己问自己有否臃肿信心伫顺境逆境中是否一样的坚定？面对福音服事的使命上，是否能够遵循长老教宗律例去受装备？感谢神祝福富强教会。近年来，常受外在会友的赞美，我们是属灵充满了恩典的祝福满满的教会，是因为富强人由牧者带领会友们同心合一，谦卑的顺服掌权主的带领，受装备，相扶持，遵体制，愿受差遣。面对着今仔的选举，这是上帝伫咱长老中所定的。伊的目的是要考验咱伫传承的使命上，是毋是愿幸福，是毋是愿委心受装备。不管今年能否胜任，相信有神你的帮助，我们明年可以再来。这个决定是神所定夺的，不是人的决定。再次，我们谦卑进行的人，受神的指示，因为我们常知，我们人的意念不能高于神的意念。受提名者当不当选，都有神的旨意在。在今天是长职轮休改选，将所有新任的3位长老、6位执事，在会员和会中被选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请赐下勇气，不论受提名者、当选者，甚至所有在场的每一位富强人，让我们有一起委身屈膝在神面前，勇敢的高呼：猜我，猜我！阿爸被富强人是一位愿意用顺服的心领受挑战的教会。面临的50禧年，也就是荣耀主的年，将要来。牧师与小会时刻在警醒祷告中。我们有成立50周年筹备小组，虽然时间只剩短短的2年，主要这个小组是要在这2年中，从属灵的内在装备与外在硬体、软体的更新，来迎向新的一年，交出我们对神的成绩。主啊，因为有你，富强教会10档的建堂新业技术的时间，阮有完成，而且感受会友同心服侍的兴旺的荣耀。这一次迎接新的50禧年，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让所有富强人由内在心灵的感动，愿意领受这项使命，同心付出与服事，使富强教会成为福音出口、受造就的基地，可以
荣耀神恩典的聚会所。主啊，在特别的日子中，我们恭敬请求，交托神与我们同在跟掌控，让我们接下来上会的选举事工能够进行顺利。亲爱的主，求你赐力量给目前幸福小组进行小组的同工们身上，也给新的 Best 会友的身上，也在下个月福音的指日有名人开讲，尤其由下月12号由魏贤牧师来分享，以见证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满满的感动。亲爱的主，医治身心软弱的会友，也恳求你医治肉体欠安的会友，让病痛得康复，让心灵得健康。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攻读圣经，罗马书7章6节，台语本。不过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甲迄个束缚咱的长节的关系。安尼，咱服侍上帝，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是照圣神的新方式。但是现在法律已经不能拘束我们，因为从管束我们的法律来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不再依照法律条文的旧方式，而是依照圣灵的新指示来侍奉上帝。第二节圣经，以弗所书4章20节到24节，恁并无是安尼学习基督，恁应该有听到伊的代志，有对伊学习，因为伫耶稣才有真理。安尼就脱离以前的生活，褪去旧的人，因为旧的人受私欲、迷惑会败坏。恁的心思意念着完全换新，就是着穿着上帝形象创造的新的人，用根据真理所产生的公义甲圣洁表现出来。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你们无爱听过他的事，做了他的门徒，学到耶稣里才有的真理。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项使你们生活腐败中的旧我，那旧我是由于失意的诱惑或腐化了。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要穿上新我。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跟圣洁上。弟兄，愿神祝福他所讲的话，有利于我们所有的会众。献诗，我们请圣歌队。
讲到咱请校务师今仔讲到题目是教会更新服侍当心。各位兄弟姊妹，午早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欢迎我们今天联合礼拜，就是我们举行我们的会员和会，我们台语堂、华语堂齐聚在一起哈。看到这侪人主金哈，心中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哈。第二感动是一个期待跟祷告说。如果照我们富强教会的发展，照理讲是2堂礼拜都要那么多人哈，这样感觉哈，听的唱诗歌的声音，还有回应的声音、起应的声音拍手的声音，就充满了那一种激动，还有喜乐哈我们很期待，很快这个日子就来到了哈特别哈，咱有时第一场礼拜哈咱的迄个摇滚区哈，拢空。牧师看到迄个白衣反光，你敢知影？所以我们期待那个这个空白的椅子，白色的椅子都坐满了穿着很漂亮衣服的我们的弟兄姐妹难得我们1年大概有几次联合礼拜所以呢，我们可能有隔壁的你看到车说，迄不是北京教会的会友啦，迄是咱教会所以咱甲隔壁请安讲，我们富强人恩典满满，好不好感谢主真的联合礼拜那种气氛不一样特别这几年我们有联合礼拜，还有那个乐团音乐的献唱，感觉那一种荣耀的气氛就在我们当中。其实一个礼拜我们按照仪式流程来进行都是合神的心意，但是重点是每一个人那个渴慕的心，那个非常热烈的回应。那个是一种恩典，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举行会员和会，我们在前半段也是按照我们礼拜分享神的话语那期待我们今天从头到尾，大家都是非常的喜乐，也很轻松的完成今天所有的任务。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气，大家三甲组织。享受上帝对天顶来的恩典，因为这个礼拜，阮组织奉你的名组织，主你就伫阮中间。但是阮当有渴慕的心、追求的心、仰望祈祷的心、学乐的心，主你就特别要赐了恩典、祝福以及启示，互阮每一个参与的人。感谢你，互阮头前段的敬拜，后壁段的这个选举。我们的会员和会都得神的恩典，我们一切都顺利。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现在进入这个时代其实国台语混在一起，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困难了没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台湾的教会有很多教会，目前都是各种语言融合的。特别你如果看到原住民原住民他们有华语的，也有长辈要听日语的，而且还要听到什么呢？听到他们原住民自己的语言。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因为有新住民进来，还有不同族群，所以多语言是一个时代的潮流。那我们其实咱老会友听国语也没问题。我们年轻朋友听台语也没问题所以这是咱迈向一个融合了，就是你第一堂、第二堂都可以参加到最后有那么多人，那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2天的电视呢都在报一个新闻说哇什么哪一个城市举办什么呢？举办万圣节的游行万圣节的扮装游戏，哇，非常的热闹。那台湾人真的很喜欢这个鬼节呢。那7月有几个都无够开，搁到10月底又来一次呢好像国外的节国内的节大家都混在一起其实基督徒更重视的是什么呢？
万圣节的前一天，就是我们的宗教改革纪念日啊，宗教改革纪念日。那牧师要刚好这个礼拜就是宗教改革的纪念日，从这个纪念日作为一个开始，也分享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行选举，为什么要提名这一些候选人来成为神这个教会的同工用这个神的话语来一起来勉励了哈。好，那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6年，506年因为这一个改革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很多人可以从故事里面看到，那牧师简单的带过。第一个就是1517，英国17，10月31号，有一位神父叫做马丁路德，他在万圣节的前一天，在德国的一个中部的一个小城叫做威登堡他们那边的教堂，照理讲不是正门因为正门平常门都开着是侧门侧门的一个门上贴了一个叫做95条的论纲那个时候神父哇，这个学识都非常好他们在灵修啦，他们在做各种样的研究圣经这位神父就是心中有一股很大很大的疑问，或是他自己觉得我们现在的教会体制就当时啦好像有一些跟他圣经的理解不一样。所以他就勇敢的年轻神父嘛，人讲他敢冲就对了，所以他打一张95条，他也不是觉得要革命的意思啦，他只是说，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你们要不要听我这95条，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来跟我辩论一下？他只是讲要辩论而已啦，没想到好像就是一个整个教会所有全体的会众都已经在那边酝酿的一股力量等于是马丁路德点了个火，然后整个一个爆发不可收拾了。那宗教改革就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呢，他提出来的这个宗教改革，那我们可以说改革历史的就是改变历史，当时是改变整个欧洲，但其实后来就整个全世界都受到这个宗教改革的影响当时对德国、瑞西、欧洲大陆爆发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有人家称过宗教上的哥白尼啦当时的时代那种感觉。什么叫哥白尼？就是完全颠覆了一般人的理解，跟原来接纳的事实。那我们一些读自然的或是国高中都知道说哥白尼是什么意思呢？哥白尼这个人呢，他是在1473年出生的到1543年，他是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数学家，波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那当时他提倡什么呢？当时整个从教坊到整个教会，他们就认定说，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等于地球啦地球是咱所有宇宙的中心。因为从信仰上，他们觉得我们那么重要，一定是中心嘛所以呢。这个哥白尼根据他的观察、天象的研究，他认为说不对，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就是在1543年他在临终前发表的叫《天体运行论》这些我们在网络上都查得到。但是意思就是说，他当时所提出来等于是一个爆炸性的言论啦，因为大家都听从教宗以及教廷的讲法，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个代表一个大变化。那马丁路德提出的这一个宗教改革也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知道说后来的延续就是宗教改革，其实在马丁路德之前就有一些先锋者，他们提出了一些改革的理念，但是最后都是怎么样呢？都是牺牲，因为当时没有办法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当时的教会所接受。比如说，在宗教改革前的改教先锋，在英国有一个叫威克里夫，这一位前辈，他当时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界有一个组织叫做威克里夫的圣经协会，就是大家一直在纪念他，因为他把原来的拉丁文圣经就翻译成一般民众可以读的。另外还有一位出名的这个殉道就是叫福斯他是在波西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创立者，但是他们都牺牲了。
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牺牲，真的是比照像初代的教会初代教会遐温度去传福音所拄到的威胁安尼。这是威克里夫这个是福斯，这个福斯安尼。好，那我们讲一些简单的一个改革。那我们说到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其实是宗教改革的扩展。长老教会的先锋就是我们常分享的加尔文。那加尔文他其实是法国人，后来他到瑞士，那参与了整个宗教改革。换句话说，马丁路德在德国瑞士就是由加尔文来推动。推动到最后，他稍微跟德国的马丁路德有一些理念上不一样，但是同样都在宗教改革。后来他就创立了一个改革宗教会改革宗的教会。改革宗教会属实就是讲做咱长老教会的一个源头就对了。所以咱拢会纪念讲，咱长老教会是加尔文是咱的创设的这个先锋加尔文我们说宗教改革的扩展，就是由我们在缩小，因为整个改革中在欧洲有很多地方但是我们长老教会，咱即阵长老教会，咱现在已经158档这个宗教改革的延续，就是由长老教会是对倒位呢？对苏格兰有一个叫做约翰诺克斯，伊足认同加尔文的理念。就曾经去追随他学习，然后把这一个宗教改革理念带回当时的苏格兰。苏格兰，咱知影讲当时咱看讲英国遐大其实因是当时是分苏格兰英格兰还有威尔斯，还有一个北爱尔兰遐，当时是各自为政的所以他就在苏格兰那边开启了这个叫做长老教会的开创所以现在在伫迄个苏格兰遐有迄威登堡啦格拉斯哥啦遐个所在拢真侪长老教会这历史这遗迹，或是他们的一个纪念的东西那简单来讲，咱的长老教会是对苏格兰所派来的宣教师，虽然是当时的是英格兰长老教会派人来，但是其实这些宣教师像马雅各啦、巴克利啦，迄个后边遐个李休牧师这人，拢是对苏格兰来，所以咱真正是讲正港 DNA 是苏格兰啦。咱长老教会已经150几年这个延续这个传统，这个约翰诺克斯创立了，那我们就看到说，整个大公教会，无论是旧的天主教啦，后来的各种教派一直延伸我们都可以做一个纪念说，那当时马丁路德在500多年前做这宗教改革，它的重点在哪边呢？就是一个改革中的精神，宗教改革精神大概有这几点，当然不止啦，但是就是主要的各教派都认同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回到初期使徒教会的形态，因为当时在中世纪马丁路德的时代，等于是被整个教会的圣品阶级所管制啦。现在新夫啦、主教啦、枢机主教啦，等于它变成是教会的头，其实嘛是社会的头因为两个合在一起教会变做迄教产不是干那咱的礼拜堂遐大，是附近的土地拢是教会的所以等于神父他一边是圣职方面的人员，也是一个等于是当初的一个统治者所以宗教改革就是要回到俗的部分就不要再干涉那么多回到初期教会的形态。第二个就强调不只是圣品阶级啦，每一个信徒拢是祭司信徒人该祭司，还是信徒该祭司，就是对迄个阵来的，迄个精神就是你我大家拢是对主领受到祝福，领受到这个呼召所以当时的宗教改革的是讲，教会的主体是信徒，不是圣品阶级，就是那些宗教人员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圣经是信仰生活最高权威。因为当时无论是教宗的教育，就是讲教宗签一个什么
什么迄个命令都是就记出来。搁当时天主教真侪无共款，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经典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要回到圣经这个是大家所有在改革中的同样的共识那另外一个就是重生得救重于因信称义，就是我信我就得到，不是像当时天主教重视苦修啦，做善工啦当时咱知影讲为什么做马丁路德会宗教改革？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教会界有一种叫做赎罪券，有无赎罪券用钱买赎罪券，你的性命就会当去天堂，你较好野的人都永远伫天堂无钱的要安怎？所以那种改革是得到大家认同的，所以就成为我们今天整个把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指标。那我们讲到说，那这个宗教改革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啦？我们就学习保罗他的生命更新的经历，我们一起从他领受到了，我们来同心来服侍上帝。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517年的2年前，他从我们读的圣经罗马书1章17节得到一种真理跟亮光。就是咱讲的因信称义这个他自己见证说，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重生，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天堂。他为什么会那么感动呢？就是罗马书1章17节讲，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整个改变了当时所有的信仰观念这是马丁路德从保罗所讲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得到了一个亮光，也成为他突破敢于突破跟当时的整个宗教权威来对抗，他的力量在这边所以他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当他面对一些高官在前面审问他的时候说，请你们告诉我，我讲的这一些哪一句违背圣经？这是我的立场，就死不退就对了，也不爱退，因为你除非你用圣经来辩驳我这个是马丁路德让人家怀念的地方，因为他这样的改变，整个教会历史都改变了。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咱个注意看较有罗马书7章6节，伊讲法律已经不能约束我们，意思讲一般的法律因为信来得到改变，所以我们从管束我们的法律来说，我们已经死了。从法律上我们死了，但是呢，重要是我们不再依照法律条文的旧方式，而是依照圣灵的新指示来侍奉上帝，不是在那个旧的地方一直被捆绑。我们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从律法上的一个捆绑释放出来，再来我们就是依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来侍奉上帝。那我们从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保罗怎么样勉励，有一点比较具体的勉励我们这些改革中的信徒，或者说我们从主得到更新的信徒，怎么样来服侍神所以保罗对服侍的勉励怎么说呢？第一个，他从这几节经文当中说，我们做了主耶稣的门徒，从他学真理，就要有生命全新的样式。意思是说，当你接受主耶稣，你要接受耶稣的生命，伊的宝血所改变你的新生命，用这个做你的基础。所以你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做一个口头上的称呼啦，而是有一个全新生命的样式。那是耶稣宝血拯救，生命改变。怎么改变？他讲得很具体他说我们要脱下那一项使我们生活在败坏中的旧我。旧我什么意思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私欲，我们有自己的这种贪腐，我们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有罪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把这个旧的脱去了。那旧的脱去，当然就要有新的嘛。所以他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要穿上新我，新的我。就新的我不是换一件新的衣服了或是去打扮得很漂亮。
新的我是因为生命被改变，旧的观念、旧的传统、旧的思维，或是一些错误的念头，因为被神所改变。就像保罗他说：“以前的我已经是被舍弃了，就像垃圾被丢掉，我要重新一个新的。”那这是保罗他的信仰哈。好，他最后一句话怎么说？他说：“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了。”哇，那个重点在这里。新的我不是随随便便奇装异服或是标新立异啊。他说是上帝的形象，等于是如果说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说，回归到上帝原始的创造。那从这个角度，应该是回到更旧的上帝的创造啊。但是从人的角度，我旧的在这里嘛，所以变成新的。但这个新的其实是上帝原始的美好的创造啊。他说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因为有神的形象，你会有不同的做法，你的行事为人说话都能够有新的样式，能够就在真理上显现上帝的正义和圣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举行这一个会员和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跟宗教改革有关呢？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长老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是持续在改革中。这个中是中间的中啦，改革中不是我500年改了到现在一直躺在那边说我改了，也就改500年还在改，就是要继续改，就是一直从圣经，那怎么改的？圣经不变啊，是改我们自己啊。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台湾的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世界的氛围，跟200年前、100年前都完全不一样。那人民的想法跟观念，随着科学、随着一些人文的改变，我们要适合到这个社会许多人他能理解的方式。所以改变是改变从圣经的话语改变到现在很多人听得懂，愿意接受，而且愿意追随。那这个就叫改革中。所以教会的建造跟体制的改革，生命心灵的持续更新，就是我们教会一直在追求的。刚刚我们听到我们的新昌长老在祷告当中重新发出他祷告说，我们教会一直在改变。那我们也觉得说，有一些好的部分被看重或是被称赞。那这些好的部分，我们怎么样维持，或是让更好的继续在我们当中出现？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就是一群罪人的聚集，我们不是一群完美的人哦，我们一直都是一群大家有不足的地方，才需要在教会继续培养嘛，继续造就嘛，继续改变嘛，继续提升嘛。那这群罪人的聚集，因为自认自己有不足，从圣灵得到启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同样一个教会的体制组织，一定有时代的一个限制。我们怎么样继续改革？之前我听到一位曾经来到台湾来做演讲的一个加拿大的组织改造专家，他叫赖瑞彼得森牧师，他讲一句话，一直在我在理念中一直很认同。他说，组织就是我们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团体，就像生物一样，它有它的生命周期同样面临出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发展趋势。所以领导团队最终仍得面对不改变就毁灭的艰困抉择。这是这位组织改造专家从加拿大来主持咱长老教会其中一个研习会当中所讲的这一话，那让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说，你可能认为我们教会目前做的很完美、很对、很正确，但是因为人的组织的关系，他说你一定有周期。一个事工做得不错，久了就变成习惯了，变成习惯，你会变成说好像不动又不行，要动没动力。今天我们要选出新的长老跟执事，每一年换了一部分，其实目的也是邀请不同的神恩典的百姓一起加入这个领导的团体。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心意在咱富强教会在东区这个所在，
啊，主要互咱做什么工，咱要有敏锐的眼光去看见这个改变是什么，而且这个改变是符合神的心意，而且符合现在整个社区民众、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所愿意追随的。啊，这个是很困难啦。咱都定咧讲，要解决别人足容易啦，吼！啊，做你讲，讲较济，讲较大声。啊，要解决你家己，你收气看嘛来。因为会痛嘛。原来你觉得足在意啊，足成绩足好的讲，啊，这无合，哇，要甲割舍掉，你会觉得说，哇，无采我拍拼啊，即嘛无爱啊，要安怎？那就是一种抉择。啊，不然的话，你这个时代就淘汰了。我们看到台湾这个产业发展咱台湾经济发展算袂歹，啊有真侪产业伊就想讲持守，我较早这产品足好足有销的啊，佫继续做。人家时代已经改变了，人家到时候产品你卖不出去，啊有的第二代、第三代发现说不行啊，啊唔通我继承阮是大人的产业啊，较早遐好啊，即嘛说产品卖袂出去要安怎？那就不得不改变，因为已经遇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境界。那教会，特别是咱唔来咱教会啦，咱中会、总会拢咧检讨讲咱长老教会遇到什么样困难。实际上150几档的教会无改变，有一天我们很怕我们的教会会像我们的母会苏格兰教会之前有一个报道说，苏格兰教会拢比咱历史加足久啊。迄礼拜堂是水甲，互你感觉讲亲像迄个足古典的礼拜堂，但是水都水，无人礼拜啊，无人爱去做礼拜。现在很多西方的教会，咱的前辈或是我们以前所羡慕的这些教会，现在的礼拜堂都荒废掉了。有人甲改做什么图书馆，啊，有人甲改做什么青少年攀岩的地方，有人规去甲规间租起来做旅馆安尼。更严重的是什么？迄个穆斯林回教讲你这间无爱用卖我，煞变做咧拜阿拉就对了，改做清真寺安尼。其实咱台湾嘛有人迄佛教团体去英国甲人买一间修道院，修道院甲买起来做啥？做因的佛教丛林佛教的研究的所在啊。那这是现在进行式是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这现象，是因为大家已经不再去渴慕追求了。那长老教会我们要谨慎去看到这一个面向所以，咱来讲，咱福永教会凭什么我们在改革中呢？在我们回顾刚刚新长长老在基督嘛有讲到，咱已经准备要筹备社教50周年，虽然还有2年多啦，今年我们47周年刚过嘛，2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觉得说，不是因为这样子自满，我们还继续要突破，要升级，所以要希望这2年多的时间，让自己更加的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说，富强教会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我们从哪里面看出呢？第一个，我们持续在推展福音运动，我们推展了5、6年的幸福小组。今年呢，本来刚开始的大家好像觉得是不是有点困难做不出来，没想到圣灵感动有7周的同工我一个招落到地无论是咱这的中壮年的这个借力小组，或是我们新楼医院的启动小组，大家招落到地咱的头一遍举办的有1、2组是拢以前毋捌办过，就开始甲办咧。一个出席40、50个最多40个，至少有20、30个，而且感谢主咱已经足侪小组讲，已经有人签名决志要受洗了。那我们教会这是一个指标啦，我们其实也推动福音茶会，我们推动感恩节啦、圣诞节的福音餐会，用尽各种方式，要把神的恩典传给我们的周遭的亲人、我们的慕道友包括我们的朋友、同事这样子。那等于传福音就是富强人的一个 DNA 不论是什么样的方式，你愿意带人来到教会，我们在2个礼拜后要举行那个福音主日，魏贤牧师要来这边做见证。咱家己会友咧听足爽快，安尼就无效
你都要带新朋友来听，唔才有效。啊，你有这个动力说，我有这个朋友，我就是3请4请吼，请伊食2顿嘛不要紧，就是要请伊来听。啊，唔到迄个心智讲，我有传福音的 DNA 哈。那这是我们改革中的互强教会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我们都知道牧师带过就好，我们接纳圣灵更新运动，因为我们对圣灵开放，迎接圣灵的更新。我们有时候会举办特会，邀请这些有属灵权柄的牧者来给我们带领，而且我们推动了多元的礼拜事工，像今天我们国语、台语一起做礼拜，还包括我们有敬拜赞美，还有包括很多新的变化，我们都觉得啊，这是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再来，我们更重点是推动牧区跟小组的事工，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牧养才能够全面。啊，刚刚我们小会咧开会啦，吼，咧审核这个会员名单啦。啊，咱的干事甲经理讲，有几位多少请假，这个人数是不重要，但是我们看到说，所有请假的人数都是透过小组。伊甲小组长讲啊，我都袂当来，啊，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机制，就是讲，咱的小组因为有关怀到会友，关怀你的组员，所以他能不能来，你都掌握得住。啊，这就是牧养的重要一个显示了嘛。啊，这是牧区团契小组事工。再来，我们也努力在推动门徒学校、门徒领袖学校这个门徒训练。再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长职在做统计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概有2/3都参与一项服事。所以咱一直一个口号说1人1服事啊，不是说2假啦，真的是大家愿意投入啊，所以这个叫做新徒接祭司的重点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依照教改革中的精神，我们举行一个民主体制的精神，举行临时会员合会，举行长职改选，就是延续了整个改革中的理念。特别是加尔文，他在当时在瑞士就提倡要用民主选举制，所以有人在研究说，其实长老教会的民主选举其实是影响到后来英国的整个大宪章哈。那咱讲后来民主体制就是从长老教的这个精神一直延伸过来，到今天，除了共产国家以外，所有的国家都接受民主体制。大家知道说民主不是完美啦，对不对？有一些有的无的拢底下的比，但是我们知道说民主就是不流血的一个政权的掌握，这是咱对张罗中所发展出来。那最后牧师要期许啦哈。我们这些受选的长职跟会友，大家有听到保罗说，你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嘛？所以咱拢是主的门徒，咱就要学习保罗所甲咱勉励讲，用生命更新。你的生命更新，就是创造改革的精神嘛。咱的活命更新的精神，咱才会当当心来服侍上帝，传福音来救灵魂哈。我目的就是让上帝的家更荣耀、更丰盛。真的是当初我们在刚开始的唱诗歌哈，因为阮甲小会在开会所以谢牧师起来代理主持开会祈祷。但是我觉得在下面有一种很深的感动，一种感受说哇，大家在唱圣诗那种荣耀跟丰盛真的是很感动。我们无论是被选，因为我们有3位长老跟6位执事要被选上，一定有人没被选上，但请记得。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都同心在主的教会里面服侍他，在不同的岗位，我们让灵魂得救，我们让上帝的家更荣耀、更丰盛。这是我们选举长职有新的血轮、新的领袖产生，来领导我们这个教会的前进。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唱诗歌，准备要进行我们的选举哈。还有我们之前会先做奉献，还有一个简单的报告跟介绍，就后来我们要准备。所以我们请长老跟所有执事服侍者哈，我们预备心，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主管的上帝，真感谢你，阮通过圣经主你所犯话语的提醒甲教示，阮知影，长老教会会当伫500几年来创造改革的中间继续生存，是因为阮无掠家己已经满足，或是阮也是阮掠家己已经这个完成是阮继续追求头前所差的标来走。上帝阮恳求你，
阮福阳教会实行这个轮休改选，就是为着要互上帝你下用的工人，伫无共款的年代，真侪阮的领袖，因助阮通过改变，通过进步，通过下圣经的旨意，互教会一直下伫上帝你的心意。主啊，阮下面所要进行的所有的定事，求上帝你亲自带领，互每一个会友，因为阮有参与，就知影这个工毋是属于某一人的，是阮所有拢有份，要互主你的圣会得到形成，阮每一个会友得到造就，互阮有传福音的心志，互教会拿复兴来见证上帝你的名。伫你面前，我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个流程，牧师简单说一下。我们要唱一首咱长老教会最爱唱的底歌就是“当我拍摆住面前”因为我们有台语的会友，还有国语的会友，我们就稍微第一节一次台语的，一次国语就可以，好不好？我们请同工帮我等个投影片注意一下。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点名的动作先做奉献再来做点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当我拍摆住面前》，咱一遍台语，一遍华语。会唱都一起来当我拍摆住面前，求主分明无失平，求主复兴有强教会，可以去用嘅那罪。哦主家家，哦主出家，当你弹出圣经。理解华语的，带我匍匐主面前，求主怜悯永无间，求主复兴富强教会，质量增长正相对。哦主倾听，哦主应声，我要谦卑顺从。我们先请我们诗会来主持我们的奉献，还有前面的报告。这是咱三个来奉献。众请起立，我们领受奉献诗歌。
请坐。我们先翻开周报的第1页，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来恭诵。先从台语的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愿，恁的念头。以书4章7节，华语的我们再共同一次。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7节。弟兄姐妹哈，我牧师先做一个介绍哈也请各位同工要选举的同工哈来预备哈先做介绍，然后做一些会前的一种说明我们就要开始哈。来，我们要介绍新朋友哈。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一位我们的陈以信立委来我们当中做礼拜，那个泡泡欢迎你，陈以信立委哈。我们做一个小礼物送给你哈，来卡中拍者，好，请坐哈。咱的陈以信立委哈，我知影应该是规人教会是无？规人教会青年啦，嘛是咱这区哈，我知影讲伊即摆有要出来参与伫立委的选举哈，咱为他祷告祝福，愿神恩典跟他同在服侍神哈，有神的圣经的话语成为他的力量哈。好，我们再介绍有新朋友，第一位是郭于任弟兄在哪边？郭于任弟兄，欢迎你。是我们胡泽荣执事所介绍的朋友他是基督徒再来是我们的吕建德弟兄，欢迎你，建德兄。建德兄是咱启动幸福的 best 今仔日甲医疗做伙来嘿，安尼个人要签名的款欢迎你成为我们的新朋友再来，我们欢迎借力幸福的 base 的是蔡圣杰弟兄，欢迎你。咱的借力幸福搁一位是周小薇姐妹，小薇姐妹在哪边？在5楼，来欢迎你，欢迎周小薇姐妹。真欢喜咱会让来参加咱真做咱教的新朋友新朋友第2遍来就是咱的家人了啦，就变老朋友咱随时要来进行咱的这个临时会员合会选举，牧师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开始做筹备第一个报告就是说我们呢消息报告咱要伫咱的分票、收票、在算票的空档牧师讲重要的代志，甲咱报告较节省时间来，现在有几个重点。第一点我们要点名，对不对？若照这张蓝色的名单咱有400-500个两把刷，大家都度过咧所以我们就是征求会友的同意，我们来用举手点名就好。意思讲，咱伫名单内底会籍的会友，咱来举手，咱分区甲咱算的，甲人数摕来到头前，定了讲有超过半数无，咱就要同意第二个。牧师要报告说，我们的选举等一下会图卡再介绍一次。我们如果没有异议，我们第一次是要普选，长老有6位，选3位；执事有11位，我们选6位。第一次普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选但是选3个，选6个。第二次如果还没有选上，第二次我们就是缺额的加倍，条比如即马咱第一次选举有3个当选佫剩3个，安尼要安怎？剩3个就是咱其中这个名单上关票的6个落去选。第2届佫选无出来要安怎？第3次就是缺额的加1个，比如说剩2个，咱就3个落去选。
那个电脑会显示说，我们哪3个会候选，哪2个会候选，大家有理解无？大家知影吼？好，第3项。